Jawai tusa ka jam-jaman na makajina na sulibat. Saka tuso ka jam-jaman aurija supina kainwa samas. Imazay tua pina sa sivali-valitan a tevril. Imazay tua tapuru katu waro akayan. Imazay tua itakaran patu cirapuru katu sepatakaran. Amasanita limazay tua tapuru katu sivakayan. Imazay tua itakaran patu cirakaran。历代志下18章1节到34节，19章1节到3节。先知米该亚警告亚哈，犹大的耶沙法王在富强和驰名的时候，跟以色列的亚哈王结了一门亲事。几年后，耶沙法到撒玛利亚拜访亚哈。亚哈为耶沙法和他的随从宰了许多牛羊，摆设宴席，想说服耶沙法跟他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城。亚哈问耶沙法：“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攻打拉莫吗？”耶沙法王回答：“你去，我也去，我的军队也可以随时出动。我们一定跟你去。”约沙法又补充一句：“可是我们要先求问上主。”于是亚哈招来约400名先知，问他们：“我该不该去攻打拉莫？”他们说：“去吧，上帝会使你得胜。”可是耶沙法问：“这里不是还有上主的先知吗？我们可以请他求问上帝。”亚哈说：“还有一个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但我恨他，因为他从来不对我说吉祥的话，他总是说凶险的话。”耶沙法说：“你不该这么说啊。”于是亚哈招来一个宫廷官员，要他立刻去把米该亚找来。这2个王穿着王袍，在撒玛利亚城门外的大卖场，各坐在宝座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其中有一个先知是基拿的儿子西底家，他造了些铁的脚，对亚哈说：“上主这样说，你要用这些铁脚打叙利亚人，彻底打垮他们。”其他的先知也都说同样的话，他们说：“去攻打拉莫，你一定得胜，上主会把他们交在王的手里。”这时，那去招米该亚来的官员对米该亚说：“所有的先知都异口同声说王会成功，你最好也说吉祥的话。”但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发誓，上帝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亚哈王面前的时候，王问他：“米该亚，耶沙法王和我该不该去攻打拉莫？”米该亚回答：“你去打吧，你会得胜，上主会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但亚哈说：“你奉上主的名对我说话要诚实，这话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的军队四散在山野间，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上主说，这些人没有领袖，叫他们平平安安的回老家去吧。”亚哈对耶沙法说：“我不是说过，他从来不对我说吉祥的话吗？他总是说凶险的话。”米该亚继续说：“请听上主的话。我看见上主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左右站着他所有的天使。上主问：谁去骗亚哈，让他来，让他到拉莫去送死呢？”有的天使这样说，有的天使那样说。后来有一个灵上前，
到上主跟前说：“我去骗他。”上主问：“怎样骗法？”那灵说：“我要使亚哈所有的先知说谎。”上主说：“去吧，你去骗他，你一定成功。”米该亚最后说：“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上主使你的先知对你说谎，而他已经命定你遭遇灾祸。”于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先知走到米该亚面前，打他一巴掌，问他：“上主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向你说话呢？”米该亚回答：“你跑到隐秘的小房间躲藏起来的那一天，你就会知道了。”于是亚哈王命令一个官员把米该亚抓起来，送他到亚门市市长和约阿斯王子那里，吩咐他们把米该亚关在监狱里，只给他一些饼和水为生，等到我平安回来。米该亚说：“要是你平安回来，这就证明上主没有借着我说话。”他又说：“诸位，请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亚哈的死。以色列王亚哈和犹大王耶沙法到基列去攻打拉莫城。亚哈对耶沙法说：“我们上战场的时候，让我化妆，而你仍然穿着你的王袍。”于是以色列王化妆上阵。叙利亚王命令战车指挥官专打以色列王一人，所以当他们看见耶沙法王的时候，以为他就是以色列王，都去攻打他。但耶沙法喊叫，上主救了他，上帝使攻打他的人转离他。战车的指挥官看出他不是以色列王，就不再追赶他。可是有一个叙利亚兵随便开弓，恰巧射中了亚哈王甲衣的切缝处。亚哈对赶车的喊说：“我受重伤了，转回去，退出阵地。”当天战事越来越猛烈，亚哈王在战车里支撑着，面向着叙利亚人。太阳下山的时候，他死了。先知责备约沙法。犹大的约沙法王平安回到耶路撒冷王宫。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先去见王，对他说：“你认为帮助坏人、喜爱憎恨上主的人是对吗？你所做的激怒了上主。虽然这样，你仍有好处。你废除了国中一切亚舍拉女神的柱像，你定义要寻求上帝，爱求开暖什么？Satu cu asin apura kai ima zaitwa tapuru katu shiva kayan ima zaitwa dosa karan。亚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先去见王，对他说：“你认为帮助坏人、喜爱憎恨上主的人是对的吗？你所做的激怒了上帝。”历代志下19章2节。督促啊，大家们啊，心里不把打完，别让错误决定造成遗憾，别让错误决定造成遗憾。耶沙法王的一生非常传奇，他曾带领人民寻求上主，以致连国都不敢跟他打仗，也曾穿王袍上阵，却差一点死在沙场。约沙法的人生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原因是在于他选择与以色列王亚哈结盟。历代志下17章5到6节提到，上主使约沙法富有和备受尊荣，他便以侍奉上帝为荣。18章1节又提到，当约沙法在富强和驰名的时候，与以色列王亚哈结了一门亲事，也因此展开一段不同的人生。
当约沙法与亚哈结亲后，亚哈便说服他一起去攻打叙利亚，夺回原属以色列的拉末城。约沙法很快便答应，但他又希望先求问上主。于是亚哈请来400位先知，他们都预言亚哈会胜利。然而约沙法还想知道上主的先知的回应。为此亚哈找来乌鸦嘴先知米该亚，因他认为米该亚只会说不吉祥的话。有句台语愿这么说：乌鸦左，胡累累，见讲见对，表示一个人说的话虽然不中听，却很真实。米该亚对亚哈说：上主使你的先知对你说谎，而他已经命定你遭祸。他预言亚哈将在拉末战役中丧命，果然应验了。原来亚哈王将遭受灾祸，早就在上帝的计划中，只不过耶沙法因为与亚哈结盟，而减去这场无妄之灾当中。虽然亚哈上阵时乔装成一般士兵，却仍难逃被叙利亚兵随便开弓的箭所射杀。耶沙法历劫归来，平安回到耶路撒冷王宫，先见耶户扔去见约沙法，责备他：你认为帮助坏人、喜爱憎恨上主的人是对的吗？你所做的激怒了上主。约沙法和亚哈结亲之后，虽然在这次战役中逃过死劫，但是后来却因这门亲事，导致他的孩子之间手足相残的灾难。这一切都照因与约沙法与亚哈结亲，帮助坏人的缘故。有一位慕道友在退休后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但在他受洗没有多久，身体却遭遇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而卧病不起。他一度思考是否成为基督徒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最后他对自己说，也许这是上帝给他的试炼，为要让他更坚定地持守这份得来不易的信仰。后来他的病痛经过治疗而痊愈后，特别向上帝表达感恩，让他没有因为身体的软弱而放弃信仰，反而在过程中让他的信心更坚定。有时候一个失准的选择和决定，可能就会改变人生的命运。因此在每一次做决定时，我们都要谨慎，以免造成遗憾。Ai cuma na sini pada zekat tu sa ka zaman-zaman dan tintu urina makaya tina ki papauri ngau na kuya ki puvarung tu aru ta si ki pusensengan ta yau tanangwa papa penet-penet ki ong to semas tu papusa waninitin papu varung ini sakatina makaya amatsa ua papa penet tu sensengan nga saka aichua ta papa penet-penet ta yau ijano pazangara kin menemetin lakwa nuna ki paparang cinta tu ta semas nuna penas janitin nuna semapazang cinta ta semata yau aichua ta kini katsawang kumala na matay no ta sitsubungan tu ta sisarapay ta yau tarana satsa alutin tarana mangwa utin ayatwa izo at semasa lemaka tanutin paupupitsure tanutin inka tinari 10 ini katinari masuram tayau saka jejen na kwe ni katina kipapori ngau itayau tua mana ta saruan tua ta kama semas ayakana demikiki paupupitsure tanutin satu cu asini pakini menem
我曾经做过什么决定，让自己感到后悔呢？这样的决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现在都做个teman-teman sini paki naman tanutin latinana gemalu akinum ayakana pasamarau ka inuli。亲爱的上帝，求你赐给我明辨是非的心，帮助我在看是微不足道的决定上能慎思明辨，让我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能带来祝福和平安。奉主的名祈祷，阿们。Mali-mali tu tsua ka jam-jaman na makatina misila-silang sumupu kilaroy to kaino at sumas latina na kipaporingaw latina na kamilang to nangwa katoa na kuya saka pinapuwarong kino at sumas papasilungangwa to at pinili tayaw ay cuma na sinipopopiso rin tinto sa kajaman-jaman sa kamali-mali para magkano ini ka na malungwa ako sini supuan lamun na pajekata nga sa kalatina na suliva tutso at kini adavam taja ping an